没问题，咱们不客栈，侬客栈，说明话，和渔民的当中侬客栈，说明话，没话是客栈，没话是客栈。为主买多强烈天虹菜，不红海的水不一样。为主买多强烈天虹天虹菜，不红的水，不红我海的水不也海很低雅的事情，很这个佩服的事情。不红海呢水不一样。为主买多强烈天虹菜脯菜不红的水，不红海的水，海的水不一样。天虹为主买多强烈天虹菜，不红海呢，这是很让人佩服的事情，佩服，不红就佩服，很佩服的事情给我。不一样，为主买多强有大力的天王，多强烈天虹菜不红海呢水不一样。扬州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遥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